娘那日与小姐一若是定了真心，定了真心做什么？我与小姐将谁？也将就什么？他是哥哥凭一句，要到西厢去问候。你们去了没有？去了。不等我的言语，你们到四方去问候些什么？问候嘛，虽是问候，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你们去问候那张生说些什么？他说夫人将恩当作仇，今叫小生在半道上惜别语。那以后呢？这以后怎么样？以后的事嘛，以后再说吧。小姐人万不快舍。他是红娘，你先走。你先走，那还有小姐你？小姐全前落后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你个小姐人，她一个女儿家，半夜三更，你叫她落后做什么？落后做什么？我也不晓得叫她落后做什么呀。那以后你事情到这里嘛算完了，哪有这许多以后呢？小姐人万不快舍。哎呀，我说月儿才上楼梢头，早已成呀黄昏后。真气死我了！常言道女大不中男，期间你何必苦在居？夫人啊，你得放手是千放手，得怕须是你千怕须。此事已经多久了？多久了？哎呀，夫人啊，红娘不曾80余计，有一来早已请你俩相